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，这个国道3号就北苗栗的路段发生连环车祸，有一个4岁阿弟仔弹出来，停伫个车道袂顶袂当。嘉义县消防局的办事员黄芬仪拄啊好对伫个后壁，看到车祸的经过，无顾着家己的危险，马上走落车，冲到这个阿弟仔身边，帮伊做心肺护肺术，甲失去呼吸心跳的阿弟仔甲救转来。黄芬仪讲，家己嘛是2个囡仔的妈妈，发现车祸的同时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。伫国道内，暗时轿车失控，一直当驶启动着边的车，被弄的银色小马车，电线一直变连过来，这时车顶4岁查甫囡仔红海出去。当时就伫后面看到过程的嘉义县的消防局办事员黄芬仪，赶紧落车走去囡仔边啊，紧急 CPR， 总算将失去呼吸心跳囡仔救回来。我是看到小朋友躺在地上不动，我很急，对我因为我想要赶那个黄金3分钟，我就冲过去，看到弟弟又这样的时候，那时候心很疼哎。生做真秀气，佮有笑容的伊，就是当时救回男童的黄芬仪。伊讲家己嘛是2个囡仔的妈妈，迄个时阵看到囡仔倒伫路里都袂叮当，伊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去救伊。很多人在跟我说我是什么英雄，可是我不敢当，只是刚好是我目击到。那我只是想要弟弟好好。伊讲伊看到这囡仔对无生命，到清醒，到大声吼出来，会当甲伊救回来，伊真感动。伊的后生查囝看到妈妈这样勇敢救人的过程，嘛真懊恼赞。